今個禮拜財經市場嘅重頭戲就落在喺聯儲局嘅議息會議上面。咁聯儲局咧就冇乜懸念咁樣減息1/4厘啦，但係決策者嘅立場就相當分歧啊。咁最令市場意外啦，就係聯儲局宣布會重啟買債計劃。咁有啲分析啦話呢個係一個 QE 嚟嘅。咁到底啦呢個買債計劃究竟係咩一回事呢？我哋又應該點樣去解讀呢？另外啦，香港嘅銀行就冇跟隨聯儲局嘅減息去調低翻最優惠利率喎，即係意味減 P 嘅週期就已經結束咗啦。咁未來港元嘅利率前景又會點樣走呢？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講下今次聯儲局會議嘅重點內容係啲乜嘢，特別就係話佢嘅買債計劃究竟係咩一回事嚟嘅。咁我亦都會講下啦，香港就唔跟隨聯儲局去減息啦，港元個利率前景又會係點樣呢？大家好啊！我係外匯策略嘅阿 Ken， 我喺企業及投資銀行裏面從事咗外匯分析工作10幾年，每個禮拜我都喺呢個頻道講下財經嘅。咁第一部分我會先講解下今次聯儲局會議嘅一啲重點內容啊。聯儲局就冇乜意外咁樣去減息1/4厘啦，將個利率區間調低到去3.5至3.75%，即係話全年就減息咗3次。咁但係今次聯儲局委員嘅立場分歧相當之嚴重，咁通過決議嘅票數係9-3，咁其中有2個地方嘅聯儲局總裁就投票唔減息，咁另外就有1票就要求話要減息半厘喎，咁佢就係被視為特朗普親信嘅聯儲局理事米蘭。咁除咗投票票數顯示唔同委員嘅立場分歧相當之大啦。年中嘅利率預測更加顯示有更加多嘅委員係唔同意今次去減息嘅。咁我哋睇翻呢個2025年嘅年中利率預測啦，咁佢顯示其實局內的確存在唔同立場嘅聲音，有成6個委員睇今次嘅會議係唔減息嘅。咁相對於投票嘅票數有2個委員投票唔減息啦，其實仲有額外4個相信係地方嘅聯儲局總裁啦，要求今次係唔減息嘅。至於2026年利率預測就顯示全年就只係減多1次息嘅啫，同之前市場覺得下年減息陸續有嚟就似乎有少少分別啦。咁我諗呢樣嘢其實就意味咗就算即係特朗普即將可能委任一個佢嘅親信入去做聯儲局主席啦，佢要擺平呢啲地方聯儲局嘅力量去進行一個快速減息咧，其實難度係相當之高嘅。咁所以依家其實大家對下年聯儲局減息減到幾多次咧，似乎都係要睇翻個數據同埋話未來個走勢係會點樣啦。而家就唔係話睇下年聯儲局有太多嘅減息空間嘅。喺呢個背景底下啦，咁今次其實個決議就應該被視為鷹式嘅減息嘅。咁即係代表減息之後啦，未來減息嘅步伐可能會放慢咧。咁照計就應該利好美元嘅，但係咧美元就反而有一個急跌嘅狀況喎。咁到底係一個咩一回事呢？咁我諗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聯儲局宣布啦，會重啟一個買債計劃。咁有啲分析就話呢個係一個 QE 嚟嘅。咁一來又減息，就算未來減息步伐放慢，但係啟動 QE 注射多啲美元流動性落去，咁美元咪變相會有一個下跌狀況咯。咁今次話聯儲局重推個買債計劃，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我哋睇翻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點樣講啦。咁佢就話啦，因為停泊喺聯儲局嘅銀行儲備資金不足，咁加上有一啲稅期因素啦，咁因為如果你啲銀行或者其他人要去交稅嘅時候啦，咁其實話嚿錢就會 lock 咗喺政府嗰度嘅，咁即係代表市場嘅流動性就會減弱啦。咁所以啦，聯儲局就要去買翻啲短債，咁佢定義3年以內嘅美國國債就係一啲短債啦。咁佢透過去從市場上面去買債啦，咁就變相就投放翻一啲資金落去個市場嗰度啦，咁去舒緩翻個流動性嘅收緊。鮑威爾宣布啦，聯儲局就會喺12月先買400億美元嘅美國國債啦，咁去補充翻個市場流動性啦。咁未來嗰幾個月都會維持相當大規模嘅金額去繼續去買債嘅，咁直至呢啲季節性嘅交稅因素舒緩之後啦，先至會停止去買債或者調節個買債規模嘅。不過市場就亦都猜測啦，呢個買債計劃會唔會變成一個恆常計劃啦？咁變相就好似一個 QE 一樣，維持一個長嘅時間，聯儲局就會不斷咁樣為市場投入一個流動性咯。咁其實之前一段時間都有唔少討論話，而家美元流動性係出現一個枯竭嘅狀況啦。咁特別睇翻一啲指標啦，
譬如話聯儲局嘅隔夜逆回購金額啦，由2022年年底嘅高峰2.5萬億美元啊，因為當時聯儲局有實施量化寬鬆啦、零息啦，以及拜登政府亦都有派錢去民間嗰度啦，咁導致市場就有相當多嘅流動性啦。咁到依家啦，其實已經跌至大概不足10億嘅美元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翻呢啲美元流動性指標啦，可以參考翻我之前嘅一啲影片。咁今次買債計劃係咪 QE 呢？咁我個人嘅觀點就覺得唔係 QE 嚟嘅，因為QE 同埋話今次買債計劃啦，我覺得都有一個幾大嘅唔同之處啦。咁今次嘅買債計劃係買一啲短期嘅債啦，目的就係為咗注入翻個流動性，而 QE 咧其實佢嘅目的就係為咗壓低翻個美國國債債息咧，特別係一啲美國長期嘅債息啦。咁聯儲局亦都會俾一個好明確嘅目標同埋時間啦，就話我會買幾大規模嘅國債啦，維持幾耐啦，咁俾市場一個信心央行會持續買債壓低翻個債息嘅。咁今次咧其實係冇乜承諾嘅，咁就係話當市場嘅流動性寬鬆翻，咁聯儲局咪唔再去買債咯。咁所以啦，目的方面其實就有兩者有好大唔同嘅地方嘅，一個就係為咗舒緩短期流動性 ，QE 啦就係為咗壓低翻個長債債息。咁由於咧買債個效果都係差唔多啦，都係會壓低翻個債息，並且注入翻個流動性。尤其話呢幾個月令到一啲風險資產受壓，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美元流動性有個枯竭跡象啦。咁所以市場見到啦，聯儲局比預期中更加快去重啟翻個買債計劃啦，就令到個情緒相當之振奮啦。美股又再次創新高啦，而市場焦點咧亦都由美國減息方面啦，轉移到去話 QE 方面啦，咁就令到美元有一個明顯下跌啦。咁因為咧下年聯儲局減息嘅步伐其實有相當大嘅不確定性啦，一方面又要維持翻個通脹目標，一方面又要應對翻個勞動市場開始減弱啦。咁另外啦，亦都有新嘅聯儲局主席啦接任翻鮑威爾啊。咁所以你話下年減幾多次息，而家其實都有少少言之尚早啦，一切都幾視乎翻話個數據同埋話個人事變動啊。而家重啟 QE 呢個就係一個相當確定嘅一個目標啦，已經話未來嗰幾個月都會繼續做啦。咁市場流動性唔會話特別枯竭嘅情況底下，咁美元有一個下跌咯，咁亦都見到一啲風險資產咧就重新有一個向上升嘅動力啦。咁第二部分啦，我哋而家講下香港銀行就冇跟隨聯儲局去減息啦。未來啦，港元嘅利率下跌空間仲有幾多呢？咁今次咧，香港銀行就冇跟隨聯儲局減息去調低翻最優惠利率，我哋講嘅 P rate 啦。咁最優惠利率啦，其實就係銀行對最高質素客戶俾嘅一個借貸利率啦。咁之前咧，我都有一條片講呢個聯匯制度啦，以及話香港唔同嘅利率指標嘅，大家都可以睇翻去參考。咁但係今次咧，香港銀行唔跟隨聯儲局去調低最優惠利率咧，其實係意料中事嘅，因為歷史上面最優惠利率嘅低位就停留喺5%啦，即係而家個水平啦。咁就算聯儲局啦實施零息嘅政策同埋 QE 啦，當時咧最優惠利率亦都只係停留喺5%嘅啫。咁所以啦，今次香港銀行唔跟隨聯儲局去調低最優惠利率咧，其實只係正式宣布呢個減 P 嘅週期已經結束咗。咁係咪代表咧香港之後嘅利率就冇乜下跌空間呢？咁我覺得又唔係嘅。不過要進一步推低港元嘅利率啦，就要通過一個比較迂迴嘅機制啦，即係透過聯繫匯率制度先可以將香港嘅利率減低嘅。咁首先咧，聯儲局可能要進一步減息啦。咁到時咧，美元對港元就會走弱。咁即係話跌到去7.75，港元強方保證嘅時候，金管局就會入市干預去買美元沽港元，咁維持翻個聯繫匯率啦。沽港元即係代表啦，其實就係為港元嘅市場注入流動性。咁當港元嘅流動性增加嘅時候，利率就自然會降低啦。因為即係話銀行又開始出現水浸啦，咁大家梗係有錢多嘅時候，咁咪借出去咯，咁導致個資金供應多咗啦，就會令到港元嘅利率推低啦。咁但係啦，資金流向係相當飄忽嘅，除咗話聯儲局減息港美息差呢啲因素會影響個港匯跌到去7.75之外啦，環球上面資金嘅游資咧，如果佢突然間對香港嘅資產有興趣嘅話，其實都會湧入嚟港元市場，導致個流動性增加，而令到港元個流動性啦，同埋話個利率都會有一個明顯下跌嘅。咁舉個例子咧，就係今年5月嘅時候啦，大量嘅資金突然間湧咗去亞洲地區
區啊，亦都帶動個港匯有個明顯走強啦。咁當時咧港匯就貼近7.75啦，咁導致金管局就要入市去干預，為市場就注入咗大量嘅流動性啊。咁我哋通常會用銀行體系結餘啦 （aggregate balance） 啊，去量度翻呢個港元流動性嘅目標嘅。咁由原本大概450億港元嘅水平啦，突然間喺大概1個月左右嘅時間啦，大幅上升3倍，去到1730幾億左右嘅水平啦，咁先至停下落嚟啊！港元流動性突然間多咗好多啊！銀行同業拆息 HIBOR 啦，就一個斷崖式嘅下跌啦。喺當時聯儲局冇減息嘅情況底下啦，一啲隔夜嘅 HIBOR 啦，曾經跌到去零息水平啊！咁就算你話1個月 HIBOR 啦，呢啲同按揭利率有關嘅利率指標咧，亦都跌穿1% 樓下嘅。咁而家啦，呢個銀行體系結餘嘅輾轉啦，又跌翻去大概540億港元左右啦。咁導致咧，其實話1個月、3個月嘅 HIBOR 啦，仍然處於一個比較高位啦，大概喺3% 左右啦。就算聯儲局今次減息啦，都冇明顯咁樣進一步下調啊。咁所以相比最優惠利率啦，銀行同業拆息因為比較受流動性嘅影響，而家港元嘅利率波動性就相當之高啦。咁減得一時就唔代表話會減成年嘅。咁就算你話下年聯儲局減息個空間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多喎。咁但係大家要考慮翻港元個利率波動性啦，未必話會作出一個長期投資去買翻房地產嘅。咁所以你話啦，港元嘅利率下跌可以即係刺激翻香港經濟復甦或者樓市復甦啦。我覺得呢個因素暫時嚟睇就係比較弱啲嘅。咁所以咧總結，我覺得未來港元嘅利率仲有下跌空間，但係啦要達到港元利率下跌嗰個機制就會比較迂迴啦，都非常之視乎個即係資金流向係會點樣走嘅。咁呢樣嘢就唔單止係聯儲局減息嘅因素去決定啦，亦都同即係特朗普嘅政策啊、環球資金嘅風險胃納啊呢啲因素有關嘅。咁所以啦，未來港元個即係利率下調空間，我覺得話暫時唔係見到話好大，特別就係話而家港元個流動性指標啦、銀行體系結餘其實都處於一個低嘅水平啦。咁暫時就見唔到港元利率有一個明顯下跌嘅空間咯。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啊可以幫到你理解聯儲局會議嘅內容重點，同埋話佢重啟買債計劃係咩一回事，以及啦港元利率嘅前景，我誠意邀請你去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